即有望传宗族，作者王维。即有空林烟火池，钟离翠树上当枝。木木水田归白露，阴阴下木转风离。山中十径关条近，上下清斋即路归。野老有人情识罢，海鸥何事竟相疑。谢谢您的观赏，希望您会喜欢我为您制作的影片，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。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